直播即将开始，请大家就定位。祭品。没关系，你先弄好 ，OK 了吗？可以。亲爱的主啊，今仔日是一个做好的礼拜的透早。伫即个美好的透早的时阵，求你予我早起时就会使听见你慈爱的声，因为我靠你。求你予我知影应该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愿上主的话成做阮的祝福甲帮助。伫圣经内面，你安尼讲，勇行是少年人的阳光，白头毛就是老人的体面。伊人要希望亲像早树，爬中大亲像黎巴嫩的白香树。囡仔在伫耶和华的厝的，要希望伊，咱的上帝依赖。因离落的是犹原结果子，因会食满满，笑饲喙。通显明耶和华是正一个，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依。所以，阮无未来。阮的外体虽然败坏，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伫咱的敬拜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咱做伙来祈祷。阳光的上主啊，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敬拜阿罗你。主啊，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水，你的阳光充满伫天顶地下，我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阿罗你。我亲爱的主啊，我要来阿罗你，因为你是坐伫宝座顶的圣洁油膏，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伫遮举手开喙，大声唱歌，将一切荣耀阿罗拢归乎你。恳求你这时阵，甲阮三天地。当阮伫遮做这的时阵，予阮的心思意念专心仰望你，也将阮的心来向你显明。通过今仔日来敬拜，咱要伫遮真实的拄着你。主啊，我要伫遮拄着你。主啊，我要甲你人条条，我要亲近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这时阵就带着阿罗的心、欢喜的心、敬虔的心，用咱的热情的歌声，甲咱举手来敬拜阿罗咱的主。来，咱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上帝。若是你会使徛伫起来的，咱就徛起来。咱用咱的声、咱的谱仔、和咱的手，做伙来
兄弟。你是听，你是听，你是听，我后路全面主宰，我是生命的救赎，我要主我将恶的力量。来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由我打，行到也有我主，由我真正平安，真正好意，我要唱哈利路亚，哦罗尼。来对头，来个唱一遍。来敬拜我主上帝，你是听，你是听，你是听，我后路全面主宰，我是生命的救赎，我要主大声喝了你的名。敬拜我主上帝，你是听，你是听，你是听，我后路全面主宰，我是生命的救赎，我要主大声喝了你的名。来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由我打，行到也有我主，由我真正明白，真正好，我要唱哈利路亚，哦罗尼。来唱一遍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由我打，行到也有我主，由我真正明白，真正好意，我要唱哈利路亚，哦罗尼。来唱一遍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打，行到也有我主，由我真正平安，真正好意，我要唱哈利路亚，哦罗尼。感谢主，伊真正是阮的上主，天命稳定真正做大。咱用这条诗歌来学乐欣赏咱的主，咱做伙来唱哦，准备开始哦。天地稳定真正大，天地被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会做伴。咱着所生你的稳，你的言有顺，无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好去。一边看云川，风浪稳定拢无散，归来的心花，平安好去有这呢大，咱着乐，为啥因是和平的拢总相当欢喜。好，咱对头搁唱一遍哦。天地稳定真正大，天地被传，无论风
福气有这么大，咱就月下人生，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一起开音窗，一起开音窗，互人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归社人生，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再唱一遍，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应邀学乐，拢归我自我的好。你是学的尊重甲学乐。咱着大声唱歌，着鼓耶稣心名，哈利路亚。对头家唱，一切应邀学乐，拢归我自我的好。你是学的尊重甲学乐。咱着大声唱歌。耶稣是名，哈利路亚。咱来这会来跳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来几遍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再来开始。一切应邀学乐，拢归我自我的好。你是盼的尊重甲学乐。咱着大声唱歌，着归耶稣心名，哈利路亚。准备来跳舞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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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一切应邀学乐，拢归我自我的好。你是盼的尊重甲学乐。咱着大声唱歌，得了耶稣心名，哈利路亚。准备来跳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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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手，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再一遍，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只有你干的学乐，因你是主。古早现在你到永远，万民着跪拜，万人拢着心里，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再一遍，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只有你看的学乐，因你是主。古早现在你到永远，万民着跪拜，万人拢着心里，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声唱，来大声唱，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再一遍，来大声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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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着齐声学乐，尊崇大君王。只有你看的学乐，因你是主。古早现在你到永远，万民着跪拜，万人拢着心里，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
伫宝座顶圣的有功，我向你敬拜阿罗。我早起在地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圣的有功，我向你敬拜阿罗。阿罗主归荣耀权势，拢归你的到永远。万主的主，只有你通得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通得敬拜到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通得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通得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我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下一页。即摆来唱信诗，上帝疼痛太遐大。上帝疼痛爱遐大，我的是我，叫我的你是好的人，互我甲你有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到同意的，为保守你到一日，耶稣恩典来为亚亲，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
心，承受福音是受感化，是命我心情意，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彼日，会行诚实三位一体，一生一愿一愿，尊贵永恒永远无替，无路伊命无算，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你的，为保守你到彼日。大慈悲天人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秋天好日子，感谢你，阮今仔日为着做阮的上年、阮的长辈的敬老主日，伫遮来组织。阮看见遮尔济的长辈有活力、有精神、有活泼，也有笑容，阮心内大大感恩。感谢你，阮今仔日是一个荣耀主的敬拜，也是长辈得到尊荣的敬拜。我也伫遮献上满满的感恩，互教会有遮尔多的长辈，甲阮做伙服侍，做伙敬拜。愿你的平安甲恩赏甲同在。阮今仔日的聚会2场的礼拜，愿你圣神亲自高我保守。阮对头到尾看见上帝你的恩典，通过你的话语，阮得到帮助啊甲提示。也阮的敬拜对头到尾有圣神的同在，阮唱出俄乐的诗歌，祈祷阮的心声透到主你的面前，也你的恩典来遍满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主，这时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即时来启用启用文第18篇。愿上帝怜悯阮，祝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一声愿万国快乐，唱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祝福互阮。即时祈祷，林总即时带咱三甲来祈祷。下面咱做三甲来祈祷，创造天地海及其中万有的上帝。今仔日阮伫圣殿礼拜，是为了一年一度的常年纪念主日。阮特别为着即群可爱、阁有
尊严的年长的兄姐来感谢俄罗主要化上帝。这群年轻的兄姐平时热心参加聚会、读经、祈祷、关心人，搁听主耶稣有尊严，搁有阳光，是咱教会复兴发展不可少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因点点无声来支持牧者甲教会事工，因服侍上帝时间久长，为事工为教会一生的付出，值得咱来甲称赞，搁是学习的模范。咱为着这群年长的兄姐，感谢上帝。今仔日的敬拜，不但因身躯勇健，心灵喜乐，用诗歌、用服侍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同时，我嘛要纪念侪无法度人参与今仔日的兄姐，检采因有病痛，有长期的静养，搁伫接受治疗的中间。无论伫病院疗养院、伫家庭，这个年长的兄姐的祈祷，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主耶稣是咱的牧者，伊互咱逐项拢够额，咱倚靠伊拢无欠缺。伊是咱永远的君王。咱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有你的保护，阮拢无惊。你的开，你的关，拢安慰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主耶稣有应允，无论风雨偌大，总是会落雪；海涌有偌大，总是会平静。伫世界虽然有苦难，但伫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断；要花的灯火，伊拢无拍煞。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病痛中的兄姐，面对苦难，充满无限的信心。有耶稣的同在甲同行，总有一日要互这个病痛兄姐重新再起，会当来圣殿，佮来调祭上帝。感谢主。21世纪只有经过22年，20到21世纪100年、120年的中间，伊的科技的进步赢过5000年来的所有的发展，可以讲是科技上界发展的时期。总是人类遇到这个病毒瘟疫，互世界几十亿的人口来染着这个病毒，有死亡几千人。第二，苏联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有几十万人死亡，有难民500万以上的人口。搁有全世界有大地震、有旱灾、有水灾、有火灾，拢伫各国来发生。最新的科技、最好的医疗、最好的科学家、最厉害的人类，拢无法度有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代志。马太福音24章记载，世纪的灾难，耶稣坐伫橄榄山顶，门徒私下就问伊讲：“请甲阮讲，什么时阵会有这个代志？
你要过来，甲世界的结局有啥物调头？耶稣回答讲：你一定要谨慎，免得迷惑，因为将来有人要冒我的名讲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侪人。你要听见战争甲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表饥荒、地动、风灾、水灾、火灾，一直瘟疫病毒要横行全世界，这拢是灾难的起头。伫遐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要变乌，天地拢要震动。迄时，人子的调头要显伫天顶，地上的万民万族拢要哀哭。人要看见主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要驾着天顶的云彩降临。伊要吹起天使用何等的大声，将伊的选民、神的百姓对东西南北拢组织，为着要见证主耶稣荣耀的再临。但是主再临的日子，迄个时阵无人知影。使者圣囝耶稣也毋知影，独独天父知影。这世界末日主的再临，这个事要成就，天地会废去，上帝的话永远无废去。主耶稣宣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万族做见证，然后末日才会再临。期待咱所有的信主的兄弟姊妹，伫事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伫服侍顶成做五个有聪明的童女，随时准备好油，迎接新郎的再来。受主托付，按才干，智慧来渡过过节。做一个有良心、佮有忠心的仆人，享受主的赏赐、甲荣耀以及冠冕。当恁主伫伊的荣耀，当正天使降临的时阵，要坐伫伊荣耀的宝座顶，万民拢要来接受审判。忠心的要承受上帝国，邪恶的要到地狱火湖内底。宣告，咱所有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永远活，毋是永死。感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一生努力追求的幸福，包括金钱、名利、地位甲关系，付出一生的时间甲性命，有一日你会发现，亲像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所讲的话：人伫太阳下面操心、劳苦、劳碌，所得的一切拢是虚空，所追求的无有一项会当带走。君王爱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空手来，空手去，人生一切是虚空。其实真正的幸福是身躯无病，心内无事，心灵平安，有主引带，热心助会，疼上帝疼人，有主同行，幸福一世人。感谢主耶稣的锻炼，在座真侪年长的兄姐，拢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场，是福气是何番，拢是伫上帝的掌管。你我拢无法度人有七明仔载，但深信主耶稣会引带帮赞，因为伊是一位好的牧者。虽然世界有苦难，伫困苦的中间有主陪咱行，伫白疼痛苦的中间，伊陪咱行。因为主耶稣拢伫遮，
主耶稣拢知影，伊踮伫咱内面，是咱上强的瓦靠的盾牌甲磐石，互咱岁数哪大，力量哪大，信心哪大，祈祷哪强，真像摩西加力为诚侪教会的宝贝，是咱效法的对象。使徒保罗讲：我拢无灰心，虽然我外在的身躯渐渐衰败，但我内在的性命却日日更新。面对身躯的衰败，年老的临到，咱需要接受变老的事实，接受年老的失落，将家己的性命交托伫主的手中，伫主耶稣的应允拯救内面，找到永恒的家，然后宣告讲：愿上帝旨意得成。感谢主，慈悲的父上帝，今仔日世界所发生的病毒、瘟疫、战争、地震、天灾人祸，这拢必须经过上帝的允准许可。当咱面临更大的灾祸，咱毋能惊吓甲惧怕，记得要信心仰望主，并且仰望等候主，并且疼心交托主，互咱知影万事拢有互相效力，叫疼上帝人得益处。今仔日是咱共同庆祝重阳节甲相连纪念之日，祈求圣神降临伫圣殿中间，上帝坐伫迄个宝座圣殿的宝座顶，复兴的火甲灵温充满伫咱的夏牧师的心中，将上帝宝贵的话、真理的启示，互咱两场的聚会敬拜，不但会听、会看、会写，阁会当刻伫心灵的中间，活出新生命，互生命富强，事工富强，教会更加富强。咱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这时，咱来读圣经，但非常长老带咱来读。这是咱来讲授上帝的话，有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记载伫出埃及记3章9-12节。我来读。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当你着去。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摩西对上帝讲：“我是啥人，哪敢去见埃及王，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上帝讲：“我会甲你同在，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恁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第二位的圣经则是记载伫利未记19章32节。伫老大人的面前，就徛起来，嘛着尊敬因，
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愿上帝祝福互听叹伊的话的人。这时也要来献诗，上帝团契所要献的诗，甲主做伙行，献诗说，咱的牧师要来讲道，白头毛的岁月，荣耀的服侍。声做伙，甲咱上年来三个鼓励。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看见哇，遐尼盛大的上年团契的诗班吼，哇，这是咱比县外地较侪人吼。
实在是看到因安尼足活力唱歌吼，无输少年家吼，所以叫做加力的歌声，加力的歌声，咱搁甲因拍拍一个好无？谢谢。咱的上年吼，休困7、8个月，6、7个月啦吼，6、7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因拢无聚会，所以到即个9月底10月初开始聚会，所以咱甲今年的敬老会小可慢小可，互因准备好安尼。真感谢主，咱会通甲即阵咱的长辈做伙来敬拜上帝，因带咱伫敬拜的听事。事实，咱拢知影，现在台湾进入到老年的社会，咱的教会就是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咱看到咱的长辈，就会看到咱即个社会，咱的世界。但咱教会的长辈，因的生活、因的信仰、因的健康、因的平常时的生活是安怎？咱希望讲，即个社会也同款得到遮尔多的重视。所以咱要三甲用主的话来三甲激励，甲互相来勉励，咱进前大声来做祈祷。主爱主上帝，感谢你恩待保守，赏赐阮对你来天顶的恩典。阮看见遮尔多的上年，因唱出有活力的歌声，实在是阮教会的宝贝。阮逐个人拢会老，但是老了有健康，老了有快乐，老了有活出生命的智慧，活出上帝的形象，这是阮所要追求的。主啊，愿你的话，愿得到这款的印证，这款的激励甲祝福。伫你面前，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用摩西受条来服侍，来成做今日咱的主题吼。今早咱小等下可能会当搁做一个学习。摩西伊是伫上年的时阵才来受条，咱拢知影摩西一生有3个阶段，而且吼，迄个年纪拢拄好平济。头前40冬是过着王子真英显赫的生活，一人行后壁众人咧相对，享受王宫非常富裕的生活。第2阶段，因为伊为着伊的即个同胞来出水，所以呢去拍死着即个埃及人兵丁，所以必须要逃走，去到米甸的旷野，伫遐经过40冬，会使讲是稳顿啦，会使讲是咱像台湾社会讲出国留学，但是伊无睿智，伊伫遐建立家庭，伫遐顾样来过伊平凡的日子。但是即款的平凡日子，并无互伊伫遐来丧失伊的斗志、伊的意向、甲伊的愿望。当主来呼召伊的时，伊就勇敢站出来，来为着以色列百姓的自由来打拼。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就是咧讲这，这是出名的故事，是摩西看见刺皮咧烧，总是无烧去迄款的故事。兄弟姊妹，咱若对第1节读，咱就小可知影吼。第1节伊就有讲起着这个事，讲摩西退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德罗雇羊，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到上帝的山何烈山。一节甲伊的故事交代好啊。对这个时刻，上帝要呼召伊，伊是咧雇羊伊的丈人是祭司叶德罗伊带羊群去旷野的西边，到上帝的山何烈山。这是伊的交代。然后，这个故事重点伫遮，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烧，毋过刺皮无烧去，刺皮咧烧，毋过是无烧去，这真特殊。摩西心内想讲，我着坐过去遐看即个奇怪的景象是安怎，刺皮无烧去。上主看到摩西坐过来要看，上帝就对刺皮来
内面来叫伊讲：摩西，摩西，摩西就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毋通阁行我来，就甲你的鞋仔脱起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伊阁讲：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就惹伊的面，毋敢看上帝。上主讲：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即个主题出来啊！我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受的苦楚，有听见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因的即个痛苦，我拢知。所以，当我要带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离开迄个地，去肥水搁宽阔、流奶甲蜜的地，就是埃及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米人、亚布斯人遐个族的所在。这段经节就是咧讲起着摩西伫旷野、伫迄个何烈山看见上帝，是用得烧的刺配来对伊显现，然后对伊宣告讲：我的百姓伫埃及咧受苦，我无叫别人，就是叫你，你这个80岁的摩西出来带我的百姓出埃及安尼。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上帝主日，咱人对这个经节的记载，看见讲上帝在用人吼，有时无啥照逻辑对无吼？已经稳顿40天啊，若要是安尼慢慢流去啊，毋过伊就是要爱摩西出来。所以咱人用一个简要的这个经历，讲摩西80岁时阵，还搁咧劳动啊，伊还咧劳动工作，这是第一点哦。摩西若是安尼伫厝里求伫厝内吼，伫遐咧静养吼，咧养老啊，上帝我都袂叫伊啊，是因为伊还咧工作，还咧拍拼。为着伊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啥咧顾养啊，咧顾养。这会人看起讲岁数无重要，是你有健康无？你有心智无？你有继续咧做工无？然后咱看见摩西受调，伫上帝山何烈山，讲上帝的天使亲像火焰对刺配中对摩西来显现，这是一个神圣的标志。咱伫圣经内底真多的即款要受呼召咧做工的人吼，拢有一个特殊的神圣的时间、神圣的呼召、神圣的即个印象。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有即款神圣的时刻无？这时刻是上帝单独对你的，别人看无，敢若你有的，你有感受到上帝对你的呼召？有上帝你的印证无？上帝对你的恩典无？上帝对你的应允无？这是摩西受调一个记号。伫何烈山，上帝伫火焰中对伊出现。当摩西任务是啥物？咱都有读过，讲上帝的百姓伫埃及受虐待啦，所以伫即个渴望要脱离奴役的哀哭甲痛苦，所以摩西爱摩西对埃及人中甲因拯救出来。带因去什么所在呢？讲带因去到肥宽阔、佮流奶甲蜜的所在。哇！咱若无伫艰难中，你听到讲宽阔、肥、流奶，无啥物感觉。我都本来就真好啊咧。但是埃及的所在，因这个百姓是咧受苦，是咧受奴隶。摩西伊家己经历到啊。摩西伊伫40岁的时阵，就看见伊的同胞受人伫迄个所在来苦楚，咧做工。有人咧研究历史，因为这个历史无足明确的记载啦。伫迄个法老王迄个时代吼，检采这以色列百姓，就是互人吊工去咧做金字塔。迄时代有点仔可能性啦。当然，迄个埃及迄个时代统治的法老吼，非常的强势。嘛非常的有势力就对。当伫这中间，摩西接受这个呼召，而且上帝甲伊承诺哦，甲伊印证讲，我也要甲你同在。这句是上重要的，我要甲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你来伫这个山来敬拜我，这是我差派你的凭据。上帝要甲摩西同在，摩西就无搁再是讲到底是几岁啦。
伊若同意，咱看去即段经文后壁面吼，摩西有几遍咧丢毒咧，讲哎呀，我都这过样啊，40天都好势好势，逐日吼，安尼早起来，暗时困，羊啊，拢甲羊咧讲话啊，无甲人咧讲话啊，所以我的喙齿真钝咧，大家叫要做啥代志，我都做会去啊，开始咧丢毒吼。但是讲我要甲你同在，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这是上重要的凭据。然后讲，恁以色列百姓出来是要创啥？都300-400天都惯死啊！做奴隶，都受苦惯死啊咧。但是吼，是要互恁来即个山敬拜我，好个山。即个山是上帝的山。恁要恢复恁上帝百姓的尊严，上帝百姓让自由敬拜主，这是恁上大的福气。所以你就看起讲，以色列百姓吼，虽然做奴隶但是因都安稳，生活都会过，都继续过日子就好啊。但是吼，上帝要互因的，毋是安尼啦，听。迄个基本的生活，迄毋是重要，迄是一个更较赞处迄个心灵的自由。迄个精神的透放，迄个会当自由敬拜上帝，心无受束缚，这是上帝所予的应允。所以咱人看见诗篇常常会咧记载，这年老的人因安怎得到上帝祝福，其实甲摩西的经历有关系啦吼。摩西受条印证诗篇92篇14节，伊讲因年老的时，犹原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常真青翠，亲像义人受祝福。这段经文讲，因亲像栽伫上主圣殿内面的树啦，伫上帝的院中真茂盛。咱今日上年用因的诗歌，用因的参悟，要来印证圣经诗篇所予咱这个学习。愿咱的上年有亲像摩西受掉迄款的信心。所以，既然台湾已经进入到伫高龄的社会，咱就要安怎调整咱的思维？讲，这长辈因是价值的宝贝，因要安怎伫迄个银发，就是讲白头毛的岁月，佫继续有荣耀的服侍。意思讲，你毋是甲囥伫边讲恁着老退休倒遐用就好啊，是恁这智慧。恁这经验，恁这服侍的这精神要安怎，诚做咱后一代的人大大的学习。因为即位，咱台湾已进入高龄的社会，咱全亚洲吼，咱敢若输日本尔，敢若输日本。咱真侪人拢知影，即个原因是安怎来？即个原因就是战后吼，战后迄叫做婴儿潮的时代，因为战争的时阵真侪查甫囡仔拢出外战争啊，损失啊，离开家庭啊，所以毋若是损失去性命无去，少年性命，嘛因为安尼无生育啊，无生育就自然囡仔无少去啊，所以二次大战的时阵，突然间，这少年人战争了转来平静落来所以咱讲，所以战后的婴儿潮就是讲，大家搁转来安稳家己的家庭，所以呢，慢慢，即请养细囝吼，拢6个、7个、8个、9个、12个嘛，足正常的就对啦。迄阵的人，伫民国34年以后，到40几年吼，这段叫做婴儿潮，因为可能大家家庭嘛是讲，哇，无加生几个吼，后摆危险吼。安尼加生起来较有保证就对啦吼。所以即阵的人今仔日开始拢是壮年敬老的年代咱教会70岁来敬老咱拢总已经有100几位130几位的长辈要受敬老这实在是上帝恩典，因为这是时代。即个咱政府的迄个统计政府咱的有一个机构专门在做各种方面的数字的统计。这数字的统计来，因为咱的百姓几岁，今年出世几个人，
过往几个人，今年新生的囝儿偌济，拢算会起来。几岁以后，台湾有偌济70岁以上的，也是65岁以上的，拢出来啊。咱看起即个已经真做事实的时代，咱有几项的思考。第一，咱这所谓老年人吼，因的年龄的界定吼，无搁再是看日历的年龄。对我迄个身份证就写几年出世，这袂标准。因为吼，有的人身体真勇敢，体力真好，生活做是非常的标准。所以80岁嘛是，咱讲一尾活龄安尼，足活泼的。所以毋是看伊的日历的年龄，是看伊的生理甲心理年龄。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讲吼，当你无想要学物件，你就是老人啊。所以毋通掠做拢是有岁的人哦。少年囡仔逐项拢无爱学吼，你就是老人啊，老人的心态安尼吼。咱即个月初啦，有一个90几岁的老大人哦，伊开车开车安尼安尼飙风战士安尼弄来弄去，哇，去弄着，可惜弄着一个妈妈吼，迄个妈妈煞过身去，迄个囡仔嘛受伤啊。咱拢会骂讲，哎哟，老人啊，搁咧开车吼。事实咱来分析伊的社会因素，是安那？即款年纪的人搁想要开车，伊是要点风神是毋是？我想毋是。所以咱的政府都爱去研究讲，即款老大人是安那，搁想要开车，迄有一个社会结构伫咧。当然，伊的执照已经互人迄个驾照已经互人吊销啊，实在袂使啊，照法拢袂使。但是，即款现象是表示讲，今仔即个老大人有真侪因家己要想要做的事，社会有供应伊的需要。有时我有看到讲，咱有伫路中吼，真侪即个长辈吼，徛迄种4轮的电动的吼，我来我去。咱若有时吼，行去甲骑着，咱心内会想讲，安尼著搁走出来大路要创啥？但是咱会想讲，是安那伊要出来啊？伊若毋免骑伊只车走来走去，伊都住厝就好，一定就是伊有伊的需要，伊想要家己完成伊家己的代志，想要买甚物款的物件，是讲想要我要家己出来，无爱麻烦别人。这拢是几个整个的老人政策爱想到的事。咱袂通一日就见怪啥，见怪这，有影，咱爱防止即款代志无毋对。所以今仔日咱台湾的长辈80、90岁足活泼的，咱在座等的咧敬老的时阵，你就知影讲80岁以上的吼，你甲看讲，哎哟，这都未到迄个岁呢，吼，这是咱社会进步，搁经济进步、健康卫生的进步。所以今仔日，咱的政府开始咧想讲，老人搁入去职场的即款的原因，毋是为着讲我要欠钱要生活啦，是为着健康甲生活的意义。咱的教会头前吼，逐日拢有迄个粪扫车来咧收物件。若是拜2甲拜6吼，伊会回收的吼。我著看到咱隔壁一个老人吼，都已经腰啊吼，已经吼，迄人讲弱不禁风的感觉。但是伊就是吼，塞一只车，脚踏车也好，拖车也好，甲所有物件捡起来，担头伫涂骹，涂骹都行，足想讲毋知晓下倒的安尼，但是伊就是要做。有时做足暗哦，走去到迄个东门路，走去到林信路，安尼走来走去，足侪警察拢烦恼啊，讲你即个时阵出来吼，毋多去下着要安怎？但是伊就感觉讲，我安尼做才有意义啊！我感觉我安尼做，我较会振动一下。所以咱要咱互长辈，因袂感觉讲是无路用的。伫教会是安尼，伫社会更加是安尼。我知日本因为伊高龄化比咱更加严重。所以，因有特别的一寡奖励措施哦。讲你若请这长辈来做职员吼，我要奖励你，比如减税迄类的吼。我会记你捌去疫情进前去日本吼，坐车咧旅游的时阵，看见讲，
因日本有诶所在还搁咧收费站，搁用人咧收钱啊吼，迄车收钱，是老人咧收咧。啊，伫咧 7-11 哦，是老人咧做店员咯吼。啊，表示讲，咱毋通家己囥一边，亲像摩西40岁、80岁，还搁咧受苦掉，因为因要活出家己诶意义。搁一项真重要，就是老人诶安养，老年人诶安养。这实在是即马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啦。较早咱拢真惯势讲，年老退休，啊，我就是财产逐项拢交互囝要继承啊，啊，我就是要安养，你甲我照顾，你甲我摇饲，啊，你甲我安尼奉泰安尼。但今仔这时代已经无共款啦，啥无共款？第一，咱的平均年龄吼，若是用退休来讲，65岁是标准的退休年龄。咱台湾的女性已经86岁，平均86岁，所以是我退休了吼，还有21档要生活，21档要生活，啊，你钱拢交互囝，你要活啥？你要食啥？所以，这个世代已经开始想讲，我还有20几档要活，啊，若查甫的大概较少小看，嘛是已经你要活20档呢。这20档你无欠我钱，还是讲你搁做一寡工课，你若20档拢无啥物工作啊，一直食，退休金哪会食会到？啊，所以整个养老的观念拢改变啊。咱来为着家己，过来20档的生活。你看一年一个月用偌侪钱，爱算好，然后毋是靠囝，是咧靠家己。甚至今仔日真多的囝日，因为咱社会变动，迄个经济吼，啊，迄个消费拢悬起来吼。有时囝还搁靠四大人咧，对毋对？真侪人无四大人帮衬，哪有可能去买厝啦？啊，所以这个社会有一款的变化，咱长辈要安怎来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就是讲会当独立安养，而且健康到老。啊，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课题。所以咱定看到一寡新闻咧报告讲，你40-50岁，你都要为着退休来准备啊，因为你袂当靠囝儿来饲你啊。啊，政府会当甲你帮忙是有限，啊，这拢是较早的思维无的，因为较早吼，咱40当前、50当前，咱的平均年龄才60几岁啊，啊，较少数会当活较悬，啊，所以想讲，迄个退休就是大概准备吼，准备我的时间要到啊，所以你当然就是爱赶紧处理财产啊，即嘛毋是啊，啊，佫20当你毋免家己款嘛，啊，所以这是整个的养老的措施拢改变。所以政府现在咧做托老的吼，啊日间照顾的，也是讲养老院，实在是非常的侪，而且无够，啊，佫有时居家看护的，拢来啊！啊，这是咱教会嘛是爱想的代志。兄弟姊妹，最后咱要三个学习的是讲，这个银发的岁月，咱会当有荣耀的服侍啦。咱看见这个老年的这个摩西，伊的生命甲服侍，伊是过着一个有规划的生活。有规划的生活就是讲，伊到80岁，啊，悠远地为着伊的丈人来供养啊，啊，无伫遐食用饭，啊，这是有真规划的生活。我知影讲，咱在座的兄弟姊妹，这长辈呢，因虽然退休，但是呢，因家己的生活有的是安尼来退休了，创造第二个事业，吼，啊，时间足自由、足弹性的，啊，这是有规划的生活真重要。啊，摩西的经验，互咱真多的学习。第二是伊有生活的智慧啦。咱知影摩西虽然伊到伫旷野，但是甲上帝足亲近，所以当迄个刺皮咧互火倒，伊知影讲啊，伫我的人生吼，毋捌看见即款代志，这是一个真奇异的经验，所以伊就真细致去注意，去细心聆听上帝声。啊，这有时吼，就像咱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撒母耳吼。啊，撒母耳就听到声，毋知心人就做老祭司咧甲叫啊。囡仔人就毋知影，但是老人知啊。摩西讲：这有特殊哦，刺皮互火烧，无烧去。啊，所以伊就对遐感受到上帝的出现。所以伫遐咱去明确去查到讲啊，上帝要呼召伊。啊，这是老人才有的智慧。啊，所以咱这少年辈吼，为人爱甲长辈讲话。毋是讲啊无聊吼，
陪老人讲话话先讲古，毋是啦，是内底真侪的人生的体验，你无的。足侪人咧想讲，较早吼，咱早前迄个时代，一寡生活经验，即马少年人拢毋知影。较早咱用卡带，咱少年人问讲卡带什么意思啊？伊讲我哪知影什么叫做卡带？较早咧用刻盘，录影带，迄录影带咧租的店咧一大堆。即马少年囡仔讲，你咧讲这是咧讲啥货？时代变化遐尼紧，但是内面有真侪生活的智慧，人对长辈来提供，所以真鼓励咱少年囡仔毋是讲来陪伴老人是浪费时间，毋是啦，你通得到你学袂到的生活智慧。摩西就是有即款的智慧，所以伊明白即款的事，伊受呼召，无去疏忽掉。而且最后常是有经历的即个生活，因为伊知影。这是神圣的所在，伊就爱脱鞋来就近上帝。所以上帝咧呼召伊的时阵伊讲这是神的所在，你就爱脱鞋毋通紧我来。咱知影讲，迄是一个旷野，一个山顶，哪有啥物所在神圣的？是因为有上帝同在才神圣。请记哩，是上帝临在的所在就神圣啊。所以当咱的信仰，当咱的信心伫你的家庭。分别做成，遐就是神圣的所在，遐就是上帝呼召你的所在。你来到礼拜堂，你若安尼无要无紧，清清菜菜，也无咧专心，即个所在就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当你专心学乐敬拜、祈祷的时阵，讲上帝临在伫遮，迄就是你的好烈山，迄就是你赐配互贵小的所在。兄弟姊妹，咱真期待。兄弟姊妹，看见这长辈因美好的服侍，咱三个来想这个事，就是教会爱推动多样性的常年福音事工。因为包括福音事工真宝贵，咱长辈来信主的即马毋是困难的事。较早是讲老大人伊都信仰，较早已经足久你要叫伊改变信仰真困难，毋是呢？因即马会当理解讲我一生拜来拜去也无特别得到什么你讲的道理我要信。咱教会也是其他的教会，慢慢长辈来信主的愈来愈多，而且咱来看见这长辈伫各层面的服侍是后辈典范啦后辈模范。至少有一项，我感觉讲咱来学习的，咱的长辈真少咧迟到真少咧迟到，拢提早到。我期待咱教会兄弟姊妹讲，咱这长辈。因是安那遐尼准时，遐尼注意，是伊看重即个服侍，感谢主。利未记19章32节安尼讲，你来敬重老大人，伫白头门的长辈进前爱恭敬，伊种徛在也种徛地啦，种徛地表示咱的敬意。我真期待咱兄弟姊妹对咱的长辈有即款的敬意。看见咱家内的长辈，也是伫咱教会的长辈，咱真起来，咱人一做伙来思考长辈因的需要。自身牧师今年已经开始会当领老人年金啊。我想讲安那遐紧啊无想到咧，一直到安尼。但是事实对家己的身躯的变化嘛，知影讲原来老人是安尼老人是安尼。老人有真侪无方便无毋对，但是呢，伊人生的体验爱开始减，遐无的开始减，甲迄个上宝贵的部分留落来，伊要经历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就亲像摩西伊互上帝呼召，佮做伟大的事，诚做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英雄。我真期待咱大家做伙来想，什么款的工课，什么款的事工，什么款的活动。互咱的长辈活了，搁较有荣耀、有尊严。兄弟姊妹，咱要三个来吟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咱准备要来敬老咱写这长辈，你有挂这个安尼红花准备要接受咱长级对你的敬意。咱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副歌吟两遍。
我做优秀真快乐，我是我乐人生，我是平安真得意，最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有条大欢喜，一条主唔通帮你，祝你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副歌搁唱一遍。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有条大欢喜，一条主唔通帮你，祝你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咱看见这长辈呢，因挂着红花吼，感觉讲，咱拢家己讲，长辈就是寿星，寿星毋是生日才寿星啦，吼，寿就是灯火寿的星，所以因今仔日拢是寿星吼。咱举起咱的正手好无？这的长辈，咱家因做祝福，牧师来带咱做祝福。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教会100几位70岁以上的长辈。若是人数，阮看见因健康活力，充满着信心甲平安，这是阮上大的福气。奉你的名来祝福因，因毋若是伫家己的健康维护，伫信仰的栽培，以及伫教会服侍，拢领受到上帝对天顶来的恩典。主啊，求你互阮教会有智慧，安怎看见这长辈因的需要，伫生活、伫工作、伫服侍、伫阮所有的教会事工的计划，互因发挥因当年的经验，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你亲自将祝福赏赐伫因的身上，也祝福伫阮济济兄弟姊妹，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平安甲健康。感谢你无煞，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这时请师会来主持奉献了，咱甲来做敬礼。咱这时做伙来奉献。
会长请起立，咱做伙来回应诗。请坐。感谢主，今仔日是上年主日的礼拜。敬听的夏牧师、谢牧师、全牧师、各位长辈、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上年主日，伫遮我代表上年团契来报告。伫今年受到疫情的关系，对4月中到10月初1。上年才来开始聚会，无拍算遐离遮尔久的时间。第一遍的聚会，阮的上年出席就62位，感谢主，阿罗主。伫目前疫情还阁未止煞，上帝遮尔啊恩待，保守大家平安来经过每一天。伫聚会，阮的聚会的内容，阮较看重伫即个医疗的部分。阮每礼拜的聚会，阮的主题无变，却是内容的话题足新鲜的。伫阮的每一遍的聚会，阮有牧师来甲阮分享，互阮的灵命拢得到造就。伫每第3礼拜，阮阁看重阮的长辈身体需要，阮有邀请新老病医、医疗来甲阮医生来甲阮分享即个医疗的常识。若是拄到第5礼拜，阮阁有邀请乡土台湾的故事来甲阮分享。阮阁嘛有一冬2遍的春季的野外礼拜。伫每一届的聚会，阮甲阮的委员、遮干部，阮足用心安排内容来符合上年长辈的需要，互阮的长辈每一届若来聚会的时，互因带着一个空的袋转去就会百倍丰收。真正感谢主，真正若毋是上帝恩典的保守，你甲看阮今仔日阮的长辈，安尼逐个拢结着一蕊花。当我咧入去到遐时，咱的詹牧师咧直直甲找我的名，伊讲吼，思妍会长，拢无看到你的花呢。我找看卖敢好，遮尔济可能吼，我放伫后壁。后来伊甲我讲思妍姐，你还未到的啦，所以你无花啦。所以吼，伫遮的时，我嘛融入伫我的上年团契内底。虽然我年岁未到，却是我的心都是在准备。
好，所以呢，真正感谢主，阿罗主，欢迎各位兄弟姊妹来参加阮上年每礼拜六的聚会，阮伫3楼的聚会。你若看到阮遮尔的活泼，咱的囝儿逝世，若看到爸母来到即个教会遮尔的欢喜，恁心中是何等的平安甲安慰。所以欢迎兄弟姊妹，毋是你着爱65岁，阮已经即摆上年团契伫培养52岁，我着甲邀请入来啊。所以讲65岁来是要来互服侍的啊。所以欢迎恁来哦，伫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真正感谢下面的时间就是阮上年阮拢有办即个活动，嘛感谢咱的慈云长老佮阿田兄，每一届阮的活动会收集，下面请大家做伙来回顾阮上年活动的影片。好，安尼你甲看，你甲看这每一个人，哇！你甲看卖，真正无简单。我拢甲伊讲，我会记我阿嬷讲一句话：毋通人若食老，就是秘伫迄个稳固山啊啦。安尼听有较老辈着听有，就是安尼秘掉的，拢无互看到安尼哇！你甲看卖，足水的哦。当我来讲行来来看到上帝创造美丽大自然的时，咱做伙来去，你来看伫遮，哇！这我拢无叫因配什么色的，只要你心若欢喜快乐，翕出来上拢是足水的恁敢有足少年讲，有一天我嘛安尼甲恁做伙来佚佗，你来看遮老大人拢安尼笑眯眯哦，咱莫甲讲老大人，咱甲讲看阮即辈的安尼遮尔有活力你来看卖，安尼是一个即个荧幕安尼遮尔的水。阮有嘛是去到即个所在高跟鞋教堂。哇！你有看到阮名人迄个会长无？我常常袂认识我当做伊是迄个啥物人咱的迄个阮去到阮搁坐船阮拢撩溪水呢。你看阮拢伫遐的所在。你看，阮的牧师嘛聊落呢，裤骹闭起来拢嘛甲阮做伙伫遮个所在。玻璃讲上水的叫做靠北笋你看阮即阵的靠北笋看偌油就好。你甲看这姿势，你遮尔安尼有无？有靠北笋有足油足水的来，互你看卖，即6个人，因的年岁。因的年岁加起来450岁，佫有法度读表演甲遮尔水翕这相遮尔水好，安尼就是阮上年团契，伫阮今年伫阮春年年底时阮佫来伫遮做一个足好的活动的旅游。咱的上年半冬无聚会啦所以小会讲好，咱遮的委员安尼稳顿半冬安尼自动留级留级，明年佫继续服侍服侍了真好所以叫继续安尼。这时阵咱要来做敬老，因为咱有132位咧若一个叫名咱大家拢拄久去所以小可扎一个无共款的，咱要来几位代表就是我要请满族长老搁谢牧师搁伫遮有看到魏鹏长老搁这个詹牧师有伫遮无？毋是少年詹牧师啦。来，无咱请荣谦长老恁一人摕一封，就是咱要
赠送即上关会的陈添丁牧师、陈焕秀记者91岁、陈添丁牧师94岁，啊个王张秀芬这敢是无来吼。啊，咱陈王顺牧师娘甲柯平仁长老，恁是89个，咱的会已经90啊。即4位啊，请恁来甲因做赠送吼。来，咱4位同工啊，一人一位，好无？咱请陈牧师、牧师娘，你徛起来一个。陈牧师、牧师娘徛，啊，咱柯平仁长老，来请同工来送因做，来，一人摕一份，来，啊，你来顶吼，柯长老，啊来，咱的陈牧师，啊，搁有秀记者伫遐，秀记者。咱来互迄个翕相师翕一个，迄个来咱甲魏鹏长老翕一个来，翕即个陈牧师甲秀记者拢来哈。咱徛伫边仔翕一个来，翕一张做纪念，单独翕嘛袂要紧啦吼，单独翕嘛袂要紧。来。咱是4位吼上关优秀的长辈，咱甲拍鼓励一个。即时吼，咱第1场礼拜应该有成100位的长辈，啊，咱要一个叫名，时间无够，咱要请有挂花的长辈，拢一起起立好无？拢徛起来，啊，咱大家甲因热烈的掌声，甲因鼓励。好，请坐，啊，咱请中级吼。照名吼，一个来甲因送，啊，牧师来做报告，安尼较袂了时间哦吼。啊，咱名单拢印伫周报内底啊，吼。啊，咱对你的名吼，咱有挂名，所以真方便。啊，牧师来做报告，安尼时间较袂得牵伤久吼。嘿，咱摕到认看名有正确无，安尼就会使吼。啊，牧师来做几项的报告哦，吼。第一，咱即个幸福小组进入到即个第8礼拜啊，剩即礼拜尾礼拜啊，吼，啊就是开始要呼召遮个贝斯来受洗，啊，所以这个毋是因遮个组员的代志，是咱所有兄弟姊妹的代志，大家三甲大道，互遮个贝斯有感动，吼。过来，兄弟姊妹，请恁。到帮忙吼宣传，咱要伫11月13甲20，咱要举办2场的即个名人开讲，吼，就是福音主日。啊，咱周报内底有一张，有无？有一张迄个彩色的传单，有无？吼，迄张传单就是要互你去招朋友来听，有无？有一张黄色的叶张黄色的哦，吼。周报内底，啊，即张你就招你上好的朋友讲，啊，有一个足好的讲座吼，一个是咱的姚明师母要唱歌，唱好听的歌，伊个是迄个五星五等奖迄级的哦，吼，啊要来唱歌见证。啊，另外一位是曹永山牧师、左英山牧师，吼，啊因吼要做见证，伊较早是不教徒，啊，即嘛信耶稣，吼，来。过来吼，咱12月21要来举行洗礼甲圣餐。12月21是咱的庆典主日吼。啊，过来是一项吼真重要，牧师甲咱报告吼，就是12月24是平安暝，咱要来去来归人来食圣餐大餐，圣餐大餐吼。啊，咱呢？会友，你有会籍会友伫咱教会，就是交400块。啊，你若要招朋友，招你的亲人，毋是伫咱教会爱交600。啊，你若讲啊，足慷慨要甲招来，你就退出。啊，无叫伊交600块来食饭，无意思啊。你都爱甲请吼，讲来我来请你哈。啊，教会甲你添200，安尼就对啦吼。啊，为着要控制人数吼，因咱即马疫情，你看牧师即马今日无挂口罩啊。因政府讲慢慢会当，那港员徛伫较远的，会使卖挂口罩啊。啊，咱拄啊，迄个敬拜团嘛无挂。啊，咱
后个月过一礼拜、2礼拜，听讲室外就会使，毋免挂吼，所以已经开放啊，就对啦。啊，咱大家拢有够野的防疫啊吼，啊，所以咱请大家报名，有2项报名方式。你若乡里团契，你若要甲你的家庭做伙报，你就毋通报乡里团契。啊，若你单独一个，你就甲咱的思源姐报名，讲我要参加一个。啊，你有需要人甲你载无？有哪登记一个？咱的小牧区甲小组有哪甲小组报名？啊，你若要规个家庭合起来报吼，你毋通报2位哦吼，啊，煞变做2个人，你也交2遍钱啊。啊，所以报一位就好。啊，其他的会友你若无参加团契、参加小组的，你就来办公室登记。啊，阮兜就3个，吼，啊登记落去。啊，到时要收钱才甲你收就好啊。咱是要先确定人数。啊，30桌以上，咱就要开放讲啊，阮兜亲人要来啊。有人嘛讲我要请我的员工来，啊变做一个 base 啊，吼，啊欢迎哦，吼，欢迎哈。过来呢，咱若有需要交通服务的，你我登记就讲啊，我都无人载啦，阮兜无干我俩，我需要人载。啊，咱牧区小组恁家己解决，尽量解决交通问题。咱教会咱来帮忙遮个无属于牧区甲团契的兄弟，安尼听有吼？过来。咱影音团队要办演习，欢迎咱对影音控制有趣味的，赶紧来报名吼。过来，咱前任的课团队，咱已经报过几啊摆吼。啊，咱为着伊祝福啦吼。较远路，咱可能人要去参加较困难，都是咱啊，我甲教务处要代表吼去甲因祝福。啊，咱为着康教如团队底下有好的服侍来带导。搁一项丧礼的消息，就是咱教会伫乡里团契聚会的郭正雄兄吼。啊，伊伫10月24来蒙主温调，享受82岁，要伫过来拜六，吼，咱过来拜六11月初5早起9点半，伫迄个殡仪馆的怀体厅，啊，要举行日暮甲追思礼拜。啊，咱因为啊，甲即个家庭有熟悉是乡里团契，啊，有诶是甲咱的怡婷姐妹啊，苏琴即个怡婷姐妹有熟悉，啊，所以你若有要参加，因为咱要临时招一群人吼，较困难，所以请你登记。啊，登记牧师会招恁做伙，伫9点10分提早20分，咱到会场，啊，咱来练一个迄个奇妙恩典，啊，来表示咱富强教会一个献诗，吼。啊，咱若要参加，登记一个哦，吼。他知影偌济人要去，咱要准备迄个谱，啊，即点请大家来登记报名。好来。啊，后主日是台湾新人医主日，吼，太平间教会肖文德牧师要来咱遮请安报告。过来是注疫苗，流感疫苗，吼，有人我知影讲有诶兄弟吼，迄个新冠病毒已经注5剂啊，吼，啊，即马过来就是流感疫苗，啊，所以11月20礼拜日，即个礼拜煞，啊，伊要咱诶侯世廷医师吼，伊要带伊诶团队来。咱的1楼替咱遮的服务，啊，你若已经伫诊所年岁较有诶哦，诊所啊卫生所拢甲你注了啊，迄都毋免。啊，若有要住诶50岁以上就会使免费，啊，爱登记一个，人数通好登记一个哦吼。好，啊，其他诶消息呢，请咱家己来看吼。啊，遮真详细报告，啊，我有几项诶补充，啊，就来结束吼。咱来看荧幕啦吼，来我来做补充。第一个。有一个新的事工，要请咱大家来帮忙吼，就是讲，咱到幸福小组要进入到第8礼拜啊，就是要开始鼓励遮个慕道友来受洗。啊，你讲请伊来受洗，你凭啥？爱信心做工，啊，搁爱有这属灵的这个守望。啊，所以呢，咱要进入收割的季节，啊，咱爱警醒祈祷，为主得到搁较侪灵魂。我听到足侪位咱遮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吼，啊，我热心要传福音吼，足侪代志有诶无诶拢甲你搅扰呢。吼，咱的信昌长老啊，伊做副长啊，啊，逐日拢有一寡奇奇怪怪诶代志发生啊。伊讲啊，我都靠主啊，无要安怎？意思讲有歹要搅扰，伊都无爱互你传福音咧，无爱互你吼，遮侪人信主，伊就会甲你搅扰，甲你乱互你畏安尼。啊，所以咱遮个后壁的人咧鼓励人，爱替因祈祷，吼，这是咱要推动但以理21日的连续祈祷的意思。
咱为着教会、为着家庭、为着团队来祈祷，有点仔像咱迄个受难周的祈祷共款吼。受难周啊，这故事是对遮来啦吼，对遮来，请互我译一个好无？好，但以理书10章这段经文咧记载讲，但以理拄着危险的时阵，伊从迄个火窟啊，伫西亚窟，伊足侪拢得到胜利，毋是伊熬，是伊禁食21日啊，3礼拜。啊，所以咱要学习但以理的方式，咱要对11月初1，吼，拢总3礼拜嘛，11月初1，啊到2月1号，咱要举行一个连锁祈祷，吼，连锁祈祷，迄个啊，拄啊，迄个头那个表对，即个表吼，放伫楼骹的即个公布栏，亲像咱咧参加迄个中保带导安尼，也是讲连锁祈祷，咱要一礼拜有7日无共款的祈祷，啊，你只有经一个中昼顿禁食。为着这项事祈祷，有拜1、拜2、拜3、拜4、拜5、拜6吼，啊，你看要签拜5还是拜3？啊，你若讲我中昼要3工，我就签3工，啊，伫楼骹会标记。啊，咱搁另外一张吼，有印遮的大道内容，伫楼骹，你若有签名，有想要参加的，对拜2开始，咱拄仔讲为着遮的同工守望祈祷，莫受到魔鬼的攻击，这足重要。吼，咱毋通看做讲啊，这无事路的，毋是啦。迄若无圣神做工吼，咱哪会晓做啥货？这点请大家参与吼。啊，这大家来拜托。啊，咱开始落去楼骹签名哦吼，一届嘛会使，2届嘛会使，啊，3届更较好吼。好来，咱搁请看头前，好来，咱这个已经报告了啊吼。这个就是名人讲座的这个团团啊，请大家去招朋友来吼。过来，今仔日咱上年吼，这个福利真多哦。咱的心灵传教讲吼，恁等下刷吼，落去啉咖啡免费啦。啊，所以吼，恁就会讲我是上年敬老的吼。啊，毋过吼，咱即个红牌啊，甲花吼，爱行教会啦。是安那呢？毋是孤单，迄要准备足歹准备，啊，你早顿去嘛无路行吼。啊，所以请你等下刷吼，交互咱的迄个心灵传教讲，即个要换一杯咖啡。换一杯茶，啊，咱来互同工甲收回转来，好无？吼，咱请等下去哦。咱的迄个心灵专家要请恁食咖啡啦，吼，免费的就对啦，吼。啊，最后一项的款，佫有无？佫一项来报告吼，就是讲，咱伫高雄的即个魏武营吼，有一个足水的即个歌剧，台语的歌剧吼，啊是咧纪念即个马介医生的太太，叫做张聪明。啊，你若有趣味吼，因为较远啦，毋敢勉强。若有趣味要招伴吼，落去魏武营听即个戏剧，啊，咱伊教会讲特别优待7节啦，吼。啊，若上年今仔日上年哦，5节安尼尔，吼。好，啊，有新朋友来，我来介绍。我有一个新朋友叫做刘文娟，啊个刘文娟姐妹有伫遮无？文娟姐，好来欢迎你，拍婆啊，欢迎伊哈。来翕一个吼，啊，最后一项吼，咱因为吼，咱分即个敬老金吼，就是咱会籍伫遮。今仔日毋知有新朋友，啊，你70岁吼，啊，咱要送一个小礼物给他，咱有找着无？有无？咱徛起来，介绍啊，咱长辈吼，恁爸爸徛起来，咱送一个小礼物给他，来，有睇到啊吼？啊，佫有其他的长辈无？就是讲你70岁，啊，我无伫名单内底，啊，要送你礼物来做纪念，好来送一个礼物互伊吼，抑佫有无？吼，你食甜甜啊，你食甜甜，吼，毋通客气哦。你无领到敬老金是咱爱照会籍甲咱即个名单，啊若无，咱就送一个小礼物互你做纪念安尼吼。好，安尼咱时间差不多啊吼，已经到啊，咱来请咱的师会来带咱做结束。咱上年吼食咖啡免费，等下爱落去哦吼。啊，即个花爱交转来哈。啊，咱做伙来念本周的金句。来，你是一水，来做伙读，是一水，伊徛在也是跋倒，
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地，若是伊要徛在因为主里。罗马书14章4节，咱上营387首，吟诗说，请牧师来祝祷。好，请大家起立。上帝应当圣行，诚心三位一体，在你的现在你的，将来也永远你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赞、祝福，伫阮所有的长辈身上，显出上帝的恩典，显出上帝的光，显出上帝生命的快乐，也享受平安喜乐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大家请坐，立倒来避会。